马上就要过年啊！市府社会局为了让弱势的家友会使感受到过年的气氛，特别甲资源社会福利基金会合作，举办家友的买鞋活动。现场邀请善心的团体来义诊，甲过综合病院的健康检查，同时安排会使洗身躯的所在，希望让家友会使健康过好年。即届也调整买鞋的举办方式，改成发放红包，希望减少疫情的威胁。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。除了向善心团体表达感谢以外，也发放红包给家友，希望因会使过一个好年。很高兴能够来到慈联基金会所举办的街友尾牙活动哈。其实，因为避免室内太过度群聚哈，所以我们本来的吃喝喝的尾牙有稍作调整。在今年为了因应疫情的需要，我们改发现金红包来给街友。哦，那其实街友本身也要在吃，也要吃3餐嘛哈。所以用这个方式，街友可以做更有效、更好的运用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也感谢慈联基金会，他们有这么样的发心，能够帮忙这个街友，去年总共辅导了41位街友，好，41位街友，好，那慈联的社工辅导了41位街友重新投入就业市场，这是跟其他地方比较不一样，因为其他地方有时候我们当然希望街友能够站起来，好，能够重新投入社会，比起只是在流落街头，这个人生也失意，这样子我觉得其实更有意义。市长也现场加码提供5个工作机会，让家友会使伫这段时间有稳定的收入，让因伫接下来的生活会使更加顺利。那因为刚刚执行长讲了，我们的社工同仁很帮忙，帮忙我们街友这个站起来能够出外来工作。那所以说现在都流行要加码，那我们决定就说在春节期间有一些工作机会虽然不多，像基本工资一样那能够释出来加码5个工作机会。哇，掌声鼓励，加码5个工作机会让我们就有过一个快乐温馨的那这个5个工作机会我们交给慈联，是来做一个辅导跟分配。社会局也提醒民众，如果过年期间有发现需要帮助的市民，也就是家友，会使卡1957，也就是1999两支专线。到时阵市府会安排相关的人员来协助。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